中秋节送礼做糕仔饼的业者是都无赢，不过台南有一个民众是讲订1100外克啊，价值70外万的2斤酥，毋那定金是3万，佮一直毋纳钱，落尾佮直接甲店家取消订单。或者店家佮较生气的是，这个取消订单的民众佮死价讲是业者嫌量伤少，无爱接，这店家就决定要提告，维护因的名声。中秋特别到台南这间饭店，当咧赶工，进前线雄互取消1100盒2人酥，价共70万块左右，而且对方连3万块定金也无纳。我们要先收定金，才会安排制作。那这件事情对方也是说好，那没问题，他会安排做这件事情的处理。然后到8月底的时候，就是说，一直都收不到钱。那如果今天真的没有办法付定金，那我们这笔订单就取消。取消订单的是台南一个专门咧共招团买米的业者，刊出双方对话内容，捌甲提醒讲，若无收到定金，就会取消。过几啊天啊，有缘无收到钱，佮甲问伊煞因讲人伫国外口座钱无够，无法度花，只会当取消。业者无奈接受，无收到招团的人煞翻头甲委托买米的民众讲，因为订单量无够，人无要接，互饭店认为商誉受到损害。那我们不急啊，因为我们都是按照有客人有付款，我们就出货。后来才知道说，原来在8月份取消的这个订单，原因是小城市觉得数量太少，没有的东西讲成是有的东西，你把你的问题丢到我们身上来。如果说数量少跟不愿意接，这是无中生有，那可能会有诽谤罪。跟这个损害信用罪的刑事官司，还有民事求偿的法律责任。业者强调，一般落大量的订单收定金是咧保障业者，若无要买嘛袂要紧，毋过袂当共乱做，为着要维护商誉，无正当咧甲律师讨论，按算要甲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